平時咧收到好多人問我，市面上咁多種益生菌嘅產品，究竟益生菌點揀好呢？首先咧，一定要睇下產品係咪有齊益生菌啦、益生元同埋後生元，三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，先可以維護腸道微生態嘅平衡。第二，最緊要揀信得過嘅產品，我會建議大家選擇醫藥級認可廠房生產嘅益生菌產品。例如係產品或者係網頁上有冇列明 GMP 認證、加拿大衛生部 NNHPD 或者係美國藥典委員會 USP Quality Systems GMP 認可。第三，建議選擇專為亞洲人而設嘅菌種配方。由於西方人嘅飲食同埋體質同我哋東方人唔同啦，所以大家嘅腸道微生態以及所需嘅益生菌品種都唔同。大家喺外國購買平台買到嘅益生菌產品，對於我哋亞洲人未必有好大嘅幫助。第四，留意產品有冇列明菌量、菌種同埋菌株啦，咁先知道自己食咗幾多靚菌落肚。攝取量方面，建議每日攝取300億益生菌，而且菌種嘅數目建議有10至11種。當中長雙歧桿菌 BL21、干諾乳酪桿菌 LC89 同埋凝結偽刺曼氏菌 BC99 都係科研證實有效平衡腸道微生態，促進腸道健康嘅好菌。最後一定要留意益生菌有冇鎖菌技術，幫助益生菌直達腸道。因為益生菌本身好脆弱啦，如果冇好好地保護，一落到個胃咧就好容易俾胃酸消化，食咗等於冇食，所以建議大家要揀有獨特微膠囊化鎖菌技術嘅益生菌產品。就算拆開膠囊食，都可以有效穩定益生菌嘅活性啦，抗胃酸、抗膽炎，直達腸道。MedHerbs